真正确，达到伫对方啊，你会使用问问题方式来问。我拄仔所咧讲安尼时，你毋知有啥物想法无？用安尼来问，引起即个对话的时阵，你就有机会就去衡量讲，我拄则沟通进行到底是毋知安怎，以及对方的回应到底是啥。咱会当提供方法来甲家己的即个个人的判断时，我相信更较好。特别是伫生活上的即种问题时，咱当摕到合理的即种解决问题，会当继续来沟通。可能厝里的人捌为着讲你的囡仔爱送囡仔去上课的时阵，你明明也要上班的时间，两个人拢咧上班，到底啥物要去送？哇，上若要送上课时，就开始两个就开始面相都无好啥时。咱若要甲建议的，咱若要提出讲这代志的时，无要安怎你讲嘛？安尼是就毋是一个解决问题。我想咱毋知会使安尼袂，但是你咧建议这是安怎，并毋是代表讲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你只不过提出来讲，咱会当共同来思考。当对方看起讲你已经有要提出来一个这种方法来讲时，我就更较愿意安怎伫迄个所在来讲。对方提供对话的机会时，甲即个理性的思考，若愈侪时，人就愈袂坚持家己的立场。最后一个，咱来知，咱要有智慧去帮助别人安怎，你无可能会当最高参与神安尼。咱人生有限的，只有上帝安那，伊能监察人心，带来悔改，所以咱的完成是非常有限的。上帝爱注意的是安那，毋是注意迄个结果。上帝要看的是你有忠心去做这个代志无？你有忠心出伫疼去甲人服侍无？你有忠心去讲造就人话，为着要互伊得到利益，得到上帝恩典啊无？知影是安尼，会成袂成是上帝在伫上帝。所以咱会当用祈祷的心，伫遐来准备，用疼心来讲善事话，尽力将咱的关心传互对方，互伊知影。不管对方的回应是啥，伫上帝眼中，拢要甲咱讲，你已经成功了。使徒行传第20章第70是保罗所讲，伊讲：“恁的罪袂归伫到伫我，因为阮已经将上帝道理甲恁讲了。你有尽你的本分，你有尽你的本分，你就会当安尼来讲。”今日咱学习着讲，咱甲人有冲突时，我已经检讨我，然后我要去帮助对方，互伊知影伊毋对的时阵，咱已经知影时机啊。是毋是两个人，咱两个人做伙讲着，是毋是第三者伊讲？然后咱今日去学习着讲，我要安怎去讲？原来圣经互咱的即种教示就是啥？你爱用疼心去讲，疼心啥物凊彩讲无？疼心就是讲造就人的话，结果是要对方得到利益。所以甲咱讲起安那，你爱讲造就的话，你爱认真听，然后你安那有属天的智慧，求上帝显示智慧互你，然后你就会当讲出帮助人的话。这16点你记袂起来，但是无要紧。就甲咱讲你安那，你爱甲下伫你的生活中间，常常伫遐来运作，运作了后时，到时你就自然就会当啊。这3项原则就是甲咱讲啊，讲造就的话，认真去听。然后呢，有智慧去讲，安尼就是讲用疼心来讲诚实话。毋茫伫咱的生活中间，让咱诚做咱处理冲突真自然的这种方式，因为咱已经经过操练啦。毋茫上帝赏赐这种属灵的这种智慧，互咱会当如何知影如何要去来挽回对方。问题思考中间，甲咱讲。你伫即个疼心用疼心讲诚实话3个原则中间，你上爱需要操练是倒一项？为什么？请分享。第二，咱若要认真去听的时，也是属伫用疼心讲诚实话，你做了如何？咱常常会讲啊，这是要去人讲，咱会变做爱听，无听是要去人讲的一部分，重点中间的一项。16项内底的时阵，你上爱欠过是倒一项？毋茫咱伫即个分组内底时，咱会当提出来分享，来诚济彼此的帮助。愿上帝祝福伫伊的面前认真咧做这操练的人，拢能得到帮助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来学习诚济和平使者。但阮已经进到伫第3步，要安怎互对方会当来知，伊伫这冲突中间该负的责任是甚物？主，你甲阮讲。互阮知影时机，然后阮要安怎去讲，就是伫人来中间会当讲真实的话，但毋是照着阮想要讲就是讲，原来讲一个造就的话，
互对方会当得到领受着上帝恩典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伫操练中间，家己会当得到成长；互阮甲人中间的这种即个来往，会当成做一个真和平。因为你主讲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伊要称做上帝的囝。求主你帮助阮，献上感谢甲恳求。这时阵，阮要重新搁一摆来复习主所教是阮主的诫命，新的诫命安尼讲。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阿免。